近日梁子佩一家5口新加坡返港，遇正筲箕灣停水，返到屋企先發現成個單位冇水。究竟做旅遊達人嘅佢，今次呢件尷尬事點樣解決？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大家平時睇梁子佩，印象可能都係成日周遊列國，喺唔同國家拍節目，個個都覺得佢嘅生活多姿多彩，好似日日都喺度度假咁。不過人生總係有唔少突發事件，就算你平時去幾多地方，見過幾多世面，回到香港呢個家，有時候依然會遇到一啲令人哭笑不得嘅狀況。呢次事件發生喺近日，梁子佩帶住一家5口，3個仔女加上老公，啱啱結束咗新加坡之旅，返到香港，一家人開開心心落機，諗住返到屋企可以舒舒服服咁休息一下。點知一開門就發現大事不妙，原來當日筲箕灣一帶發生咗突發事件，有食水管道破裂，導致成個區域暫停食水供應。對於一般家庭嚟講，停水已經夠晒麻煩，何況係一家5口啱啱落機。試諗下，經過長途飛行，身上面可能又有汗水，又有飛機上面嘅污糟嘢。最渴望嘅肯定係返到屋企洗個熱水澡，舒緩一下疲勞。但係當梁子佩打開電視，見到新聞報導緊筲箕灣爆水喉嘅消息，嗰種無奈同崩潰，真係隔住個熒幕都感受到。佢當時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話自己一臉疲態，真係好無奈咁靠住個行李箱。呢種情況真係就算你有幾多旅遊經驗都冇辦法應付，始終基建嘅問題唔係個人可以控制。佢當下嘅反應咗好多香港市民面對突發事故時嗰種無助感同埋想快啲解決問題嘅焦急。好彩嘅係梁子佩作為一個長期活躍喺社交平台嘅人物，佢非常擅長利用網絡資源去解決難題。佢當下第一時間並冇選擇硬碰硬或者單純喺度抱怨，反而係選擇透過網絡求助。佢當時喺網上留言問有冇人可以話俾佢知今晚會唔會有返水，因為佢真係好需要揾地方沖涼。呢種舉動雖然帶點狼狽，但係其實都幾貼地，因為佢唔係要搞大件事，而係真係好實際咁想揾一個解決方案。結果當然係好嘅，佢成功聯繫到一位健身教練，最後一家人出動去健身室沖涼，順利解決咗呢場危機。事後佢仲好開心咁自拍，擺出 V 字手勢。呢種化險為夷嘅心態，其實都係佢之所以受觀眾歡迎嘅原因。呢件事其實帶出咗一個好有趣嘅觀察，就係公眾人物嘅私生活喺網絡時代，往往同佢哋嘅公眾形象好緊密咁聯繫住。梁子佩平時俾人嘅形象就係充滿活力、解決能力強，無論去到邊個地方拍片，就算遇到再大嘅困難，佢都好似可以輕鬆應付。今次呢件停水事故，如果發生喺普通人身上，可能就只係一個生活嘅小插曲，頂多係同鄰居投訴一下。但係發生喺佢身上就變成咗一個社交媒體嘅內容，佢好坦然咁將呢個狼狽嘅過程分享俾大家知，反而令到佢嘅形象更加立體，更加有血有肉。觀眾中意睇嘅往往唔單止係你成功嘅一面，仲有你喺面對生活瑣事時嗰種同樣會遇到嘅煩惱同挑戰。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留意到梁子佩嘅旅遊生活其實唔係次次都咁順風順水，佢之前其實都有唔少驚險嘅經歷，好似之前佢去澳洲塔斯曼尼亞自駕遊嗰次經歷，真係可以用驚心動魄嚟形容。當時佢同老公喺山路上行駛，突然之間遇上一棵大樹倒塌，完全阻斷咗2條行車線。如果當時佢哋嘅車速再快少少，或者再早1秒經過，嗰棵樹好大機會就會直接砸中佢哋架車，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呢種經歷對於一個旅遊節目主持嚟講，其實係一種非常深刻嘅體驗。佢事後分享呢件事，唔單止係講個經過，仲好細心咁解釋當時點樣同當地人合力搬開條樹幹，運用槓桿原理去解決問題。呢啲細節顯示出佢喺面對危機時係一個好冷靜、好有觀察力嘅人。將呢2件事拼埋一齊睇，大家會發現一個好明顯嘅對比。喺筲箕灣停水呢件事，佢展現出係一種生活上面嘅適應力。面對不可預測嘅公共設施問題，佢可以好快揾到替代方案，甚至將呢個過程當成係一種生活幽默，分享俾大家睇。而喺澳洲遇險嗰件事，佢展現出係一種生存嘅智慧。面對大自然嘅威脅，佢冇單純驚慌，反而係同人合作，利用智慧去搬走障礙物。
呢兩種特質其實都係作為一個旅遊達人，甚至係作為一個現代香港人所需要嘅核心能力，就係靈活變通，唔會俾困難輕易打沉。除此之外，梁子霈其實仲經歷過一啲因為旅遊而產生嘅好運，好似佢之前去瑞士嗰次，航班超載，航空公司提出豐厚賠償，每人600歐元，仲包埋酒店住宿。面對呢種狀況，好多人可能第一時間諗係好麻煩，行程被打亂咗。但係梁子霈睇到嘅係一個意想不到嘅驚喜，佢甚至笑言話發達啦！呢種轉念嘅思維真係好值得大家學習。喺旅遊嘅過程當中，意外往往係無可避免嘅。有人會因為航班延誤而發脾氣，有人會因為酒店服務唔好而投訴。但係如果你可以好似佢咁，將呢啲突發事件轉化成一種生活嘅樂趣，甚至係一種補償，你嘅旅程絕對會愉快好多。回頭睇返呢次筲箕灣停水事件，雖然只係一個生活小事，但其實反映咗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達城市，依然會面對各種基建老化嘅挑戰。雖然政府成日都話要更新設施，但係爆水喉呢類事件依然係會不時發生。對於居民嚟講，呢啲係無可奈何嘅事實。而對於公眾人物嚟講，點樣處理呢啲負面嘅生活體驗，其實係對佢哋危機、公關同情緒管理嘅一種考驗。梁子霈選擇咗用一種輕鬆開放嘅態度去處理，唔單止解決咗自身嘅困難，仲無形中拉近咗佢同觀眾嘅距離。佢嘅粉絲睇到呢種分享，唔會覺得佢係一個高高喺上嘅明星，反而覺得佢同大家一樣，都會遇到生活嘅不如意，會為咗洗唔到澡而煩惱。其實做旅遊節目主持，雖然表面上睇落去好吸引，周圍去玩、食好嘢、睇靚景，但係背後嘅辛酸同壓力，往往係大眾睇唔到嘅。好似今次返港遇到停水，如果係普通打工仔，可能就係辛苦返工之後想返屋企抖下，結果連水都冇得沖。而佢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佢嘅行程往往更加緊湊，拍完一個地方又去另一個地方，休息時間根本唔多。喺咁樣嘅高壓生活節奏之下，少少嘅生活不便對情緒嘅影響其實係好大，但係佢依然可以保持正面，呢種心態其實係非常值得欣賞。亦都因為咁，佢嘅節目往往能夠帶出嗰種真實嘅旅行體驗，唔係只係拍靚景咁簡單。網上對於梁子霈呢類事件嘅評論其實好多時都好正面，大家都認為佢好接地氣，冇明星架子，亦都唔會因為少少嘢就大發雷霆。呢種口碑係累積翻嚟嘅。佢多年嚟主持潮什麼系列，一直都係親力親為，帶住一家大細去拍片。呢種模式其實同一般嘅旅遊節目好唔同，佢將家庭生活同旅遊工作結合埋一齊，令到觀眾睇嘅唔單止係一個地方，而係睇緊一個家庭嘅成長同互動。所以就算係遇到停水呢類生活瑣事，觀眾都係以一個關心嘅態度去睇，而唔係以一種睇熱鬧嘅心理去幸災樂禍。最後我哋不得不反思一下，喺呢個網絡傳播嘅時代，我哋對名人嘅期望係咩？係要佢哋十全十美，永遠唔會遇到困難，定係希望佢哋能夠展示出更加真實、更加貼近生活嘅一面？我覺得梁子霈呢次停水事件俾咗一個好好嘅示範，佢並冇掩飾自己嘅狼狽，亦都冇誇大自己嘅痛苦，而係將成件事當成係一個需要解決嘅任務，最後亦順利完成。呢種處理方式比起好多刻意包裝自己生活嘅人更加有吸引力，更加令人覺得親切。生活本來就係充滿咗各種意料之外嘅事，最重要嘅唔係你遇到乜嘢困難，而係你點樣去面對同處理。從澳洲遇險到新加坡返港嘅停水，再到瑞士嘅航班賠償，呢一連串嘅事件拼湊出一個鮮活嘅旅遊達人形象。佢唔單止係一個主持，更係一個喺生活洪流之中努力尋找平衡同樂趣嘅普通人。對於觀眾嚟講，睇住佢經歷呢啲高低起伏，其實亦都係一種學習。學習點樣喺困難面前保持幽默，學習點樣利用人脈同智慧去解決問題。呢個可能就係點解佢嘅節目可以一直長做長有，而且深受觀眾喜愛嘅原因，因為佢係真實嘅，而真實嘅嘢永遠都係最動人嘅。大家亦都要明白，雖然科技發展得好快，生活水平亦都提升咗好多，但係偶爾嘅生活故障，好似停水、封路、航班變動，依然係我哋人生必經嘅部分。面對呢啲無可避免嘅小插曲或者大波折，最緊要係心態，唔好因為一時嘅不順而影響晒成個心情，更加唔好俾自己陷入負面嘅情緒裏面。向身邊嘅人求助，利用好自己嘅資源，或者好似梁子霈咁揾個健身室沖個涼，其實好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人生有時就係咁，最簡單嘅解決方案往往係最有效嘅。最後總結一下，今次梁子霈嘅筲箕灣停水事件，
雖然唔算係咩大新聞，但係透過呢件事，我哋睇到嘅係一個名人喺面對生活壓力時嗰種成熟同睿智嘅表現。無論係面對天災人禍嘅威脅，定係面對生活上面嘅小障礙，佢都展現出一個堅毅同樂觀嘅態度。對於我哋廣大市民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無論環境點樣變化，保持一個冷靜同積極嘅心態，永遠係生存嘅關鍵。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對於呢宗停水生活檔事嘅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